来看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哦，用本地要单调的豆粕，做出9种口味的宠物减肥的罐头，和学校饲的狗仔来试食，嘛成功帮狗仔减轻体重。学生的创意嘛，摕到今年全国专题比赛的冠军。不只能让宠物减重，还能让废弃豆渣再利用。屏东嘉东高农的学生，小甲因做伙结头脑，用豆粕制作专门给动物伴食的减肥罐头。因讲会有这款的想法，是因为台湾一年进口250万吨的黄豆仔，豆粕竟然有甲40万吨，毋但真无彩，佫会造成环境的污染。加上因发觉学校饲的狗仔伤大颗啊，所以想着会当用豆粕来做减肥罐头的概念。那刚开始我们就是可能只抱着想要完成这个专题制作就好了，但是后来被选上了决赛，就是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。豆渣转化成具经济效益的宠物食品，达到减肥永续的目的。这些学生毋但废物利用，嘛强调讲市面上的狗罐头大部分拢是淀粉做的，动物食落较会大颗，也那豆粕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加上红菜头、鸡肉、青菜花等等兼顾无同营养，经过几啊十届试验，总算调出适合的配方。而且还摕到全国专题、甲创意竞赛头名，很开心，就是可以带领学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，可以让他们更有机会进到更好的大学，或者是更好的未来。透过环保意识的概念出发，甲资源循环再利用，实际去试开发经济产品，这毋但互因学校的狗仔1个月内成功减1公斤，这届参加比赛做专题，嘛加做因求学的过程当中真难忘的经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